伫台湾有一阵小朋友是中国籍的，过年前返去中国，想袂到疫情爆发，台湾管制边境，这阵小朋友因为无台湾的身份证，无法度返来台湾，这是互伫台湾的至亲家属真担心。这阵小朋友的父母组成自救会，趁这个卫福部长陈时中召开记者会时阵，伫外口真情，甚至是下跪痛哭。每天都在哭。那讲那靠中国籍配偶直接跪伫疾管署的门口，求求你们！一个郭太太伫12年前带查某囝改嫁来台湾，因查某囝嘛伫台湾读册大汉。疫情爆发前，伊带查某囝返去中国，这一个月两个人就分开啊，因为因查某囝无台湾的身份证。等到拿上台湾身份证，我的女儿很喜欢台湾，她非常爱台湾。我已经得了癌症第3期。我想回学校和老师、同学们一起读书。这拢是有类似状况的囡仔，因上久有半年以上无法度返来台湾，首先面临的就是就学、升学的问题，要什么时阵会使返来？中国这些相关有关，不管是从人道或者就是说学生，好，那这个我们都需要在观察这段时间哈，这疫情的变化，然后再有办法做进一步的讨论。这阵无法度返来的囡仔，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捌讲因是小明，可能就要等到所有小明返来台湾迄个时阵，这阵父母才袂过流目屎。